其实我来看到图书馆的内地报道，一般的图书馆单单都是收藏书、讲言书为主。在台东的东河乡立图书馆有无同样的想法，官方就让社区看作是一座大型的图书馆哦，里面都是一本书。故所接送有请居民来分享自家好多的知识同书意，隔壁邻舍就做得共下来学习。从农摊位主管来到李昌乐，看到自家做的豆腐。天天呢有样诶，参加考场嘅民众独挑，天天吃食以后，我教大家做豆腐，要做编织也教编织，要做茶具嘅教茶具，50块钱，用大家好多嘅东西。自去年起始，东河乡立图书馆由民间团体合作，推动嘅一集为期1年嘅无国界协力学习计划，邀请乡土嘅居民来做欣赏。义务教其他邻舍，手工艺也係料理一碟適合我嘅才藝。所需要嘅材料，做手提器材，也係木款嚟買。也下對嘅圖書館開始也嘅發通係佢前社區嘅名人，因為買嘅唔攞嚟教大家。無國界是因為就我們在地嘛，然後他已經在地已經在做的事情，然後我們把它學來，其實是馬上就可以應用的。阿公慢慢的把它雕出来的，所以做这个东西很辛苦。圖書館還跟老社區嘅書屋合作，將一條信息教小朋友學教無教嘅事情。老人家還有那種不識字的小朋友還蠻多的。那如果說只是從文字上閱讀，其實是不夠的。所以那種行動學習就是從做中學，其實這很重要的。東河鄉立圖書館表示，社區就將一個大嘅圖書館。學習無空人的知識，就像係讀一本又一本的好書。不管在生態領域、閱讀領域，或者是在有關於經濟上的活動，我們都會請這些老師或者學生或者社區大家共同來參與。覺得這個也是我們圖書館的一種理念，就是分享這個人的知識，然後等到我們有興趣，我們再去找更深入的書啊，這樣去閱讀，那個效果會更好。好，左邊走過去，後面拿短一點。因為在地嘅條件，花皮通做主通，用一系列經費來舉辦常態性嘅考察，居民學到新嘅知識，一家親密社區居民之間嘅連結。下個新聞陳居民台東報道。